上個視頻咧就講到黃生和生係嘛，因為賭人哋米俾老細炒咗啦，係嘛，咁所以咧當年北大才子柳生咧，佢出家嗰時12年咧都頂唔抱，都要還俗結婚，哇佢都感嘆響啲宇宙能量接收站做嘢嘅人際關係比我哋喺塵世咧就複雜得多。咁咧平凡嗰啲人咧想專心揾一個學習哲理嘅地方有冇咧？咁我個人嘅體會就係難也你以為唔去啲宇宙能量接收站，我自己組織幾個人係嘛？維威惠得唔得咧？乜不才都去過幾個呢啲咁嘅維威惠係嘛？個中不乏攞萬幾蚊、幾萬蚊買條鋪路嘅麻石係嘛？放喺間屋入邊，亦不乏咧種棵蕉喺間屋入邊嘅啲蕉人哋種外邊嘅，種入邊。咁佢哋話咩為之雅咁所謂呢啲討論哲理咧，就變咗附庸風雅變咗某啲別有用心嘅人嘅搖錢樹咯，係咪啊？咁你話啲哲理討論成咩樣咧？我都不敢恭維嘅。咁我朋友 Alex 哥咧，佢都講佢知道啲人咧就組長又唔斷咯，唔妥啲團長嗰啲團體入邊又打擊啲團員嘅辦公室政治咁我Alex 哥呢啲咧，明明佢都唔信啲咁嘅能量學嘅，但係佢又為咗要攞個3000蚊咧，都去維心加入咗學呢咁個哲理即係唔信嘅人又入去，信嘅人又入去反正啲辦公室政治就亂七八糟啦，咁一魚龍混雜網上高咧有句笑話我覺得係幾好笑嘅，係好真嘅講得。佢話信徒許下嘅願望咧由啲長老實現晒，所以咧要學哲理求安慰嘅咧，就唔一定要去嗰啲儒釋道嗰啲係嘛？咁我哋通過學習呢個無論我哋老毛嘅思想都可以通達呢啲人間嘅大智慧真係一個殊途同歸嘅好嘅方法。